第四代住宅咧，佢會將呢個位置去作為呢個種花啊、種草啊咁一個庭院區域使用嘅。話法咧好特別，將呢度作為一個無人機需要用到嘅停機位啊！呢一個華發珠海灣嘅樓盤，佢結合咗咧最新現代嘅一個無人機科技，同埋咧成個屋苑咧會結合咗啦呢個 AI 嘅端口，未來咧會有呢個機械人喺成個屋苑去幫你服務。咁呢度咧話晒都係珠海啊，咁啊社區較大，而且嘅話咧配套設施更加之先進。想喺大灣區買樓，信息太多太雜，驚買錯，手續又唔知點搞喎。中居地產深耕大灣區13年，陪住數萬個家庭，見證佢哋喺大灣區首個家嘅建成。從買樓到驗樓、裝修入住，全程保駕護航。中居地產，你嘅灣區置業好幫手。即刻撥打熱線電話54481444，開啟灣區新生活。Hello， 我哋嘅灣區好幫手啊嘛！今日帶大家嚟睇一睇珠海嘅第四代住宅。喺呢個屋苑入邊咧，佢結合咗啦依家中國嘅科技與發展啊！呢個屋苑結合無人機同埋 AI 機械人嘅管家服務。喺呢度你可以見到啦，中國最先進嘅一啲配套設施同埋科技設施。呢個會所可以話係全珠海同埋中山最大型嘅會所之一啦。翻到嚟咁樣嘅園林同埋會所嘅設施之後咧，感覺就好似去咗5星級嘅酒店一樣啊！小區園林雖則大啊，但係處處都配有啦呢個安防設施，而且呢個安防攝像咧係連通到屋企嘅華為智能系統當中，喺屋企就可以睇勻成個小區園林各個位置啊！你話係咪居住與科技嘅結合呢？珠海灣嘅停車場咧都結合咗科技啦，同埋嘅人性化嘅管理啊！嗱，首先呢一邊咧係配有一啲臨時嘅充電樁啊，如果啲朋友揸電車過嚟都可以偶然間插下電，兼且咧呢邊亦都有個自動化嘅快遞機站啊，配合翻咧呢一個快遞嘅無人機，咁啊可以將個快遞分類啦更加之細化，同埋呢邊有獨立嘅洗車房啊，你見到嘛？呢個停車場居然有獨立嘅洗車房。兼且呢邊仲有獨立嘅司機休息室，如果你屋企係配有司機嘅情況下，咁佢就可以臨時唞一唞啦。屋企嘅生活垃圾咧，通常咧會拎落嚟啦，我哋車庫呢一層啊，呢一度咧會有個獨立嘅垃圾房喺入邊，而且做咗垃圾嘅分類。只要我哋手揸住垃圾落嚟之後咧，伸腳一下就可以開啟咗呢個垃圾嘅門啦，去將我哋嘅生活嘅垃圾咧掉入去。咁通常呢個情況下咧，我哋都會需要手部嘅一個清潔，好人性化啦，就係配備咗啦呢個洗手台。不但止啊，呢個屋苑咧仲配有啦呢個長者嘅康養設施啊。假如阿媽咧成為呢個屋苑嘅業主之後，如果阿媽咧80歲之後啦，需要擔拐杖坐輪椅啊，或者有啲咩病痛嘅情況下咧，都可以啦享受到啦呢個配套設施，例如我身後嘅呢個 AI 嘅理療艙啦，結合科技啦同埋康養嘅，而且咧呢度仲有獨立嘅長者康養大樓啊！如果日後嘅話老咗之後唔需要入老人院㗎，呢邊咧亦都有獨立嘅床房，有600個啦單身嘅公寓可以供俾我哋嘅長者去使用。屋苑嘅第一期咧 ，total 咧有10棟樓嘅，咁其中1號樓同第10號樓咧就已經前期開售咗噶啦，即係我哋入門嘅樓上嗰2棟啊。咁目前嘅話咧，主要咧銷售嘅流動咧係4號樓、6號樓同埋9號樓，同埋我哋嘅7號樓嘅樓王單位嚇。咁可以見到咧，現階段咧主推嘅6號樓嗰邊啦，首先咧就係2梯4戶31層高。其中03同04咧就係115平方嘅3房戶型啊，可以見到啦，從佢嘅模型嘅外立面見到啊，錯層式咁樣一個獨立嘅大陽台開間啊，其中咧突出嚟嘅嗰個陽台咧用作呢個無人機嘅停機坪啊。當然啦，我哋呢個陽台唔用作呢個無人機嘅配送嘅功能之餘咧，亦都可以用作啦呢一個種花啊、種草啊，或者咧作為其他嘅區域嘅使用啊。咁要注意嘅咧，01同02啊，佢嘅後背咧都依然係有外放嘅陽台㗎。咁呢個陽台咧，嗱望出去咧就可以見到啦，我哋呢個後環嘅海景啦。咁大型嘅屋苑啦，配套啦，梗係有相對應嘅配備㗎啦。首先咧喺我哋6座對面呢個區域嘅土地咧，將會興建啦
珠海嘅一個華發商都啊。咁我哋依家都知道啦，無論係金灣啊，定係香洲、南屏啊呢啲地方，十字門都有華發商都噶啦。但係我哋唐家嘅高新區域呢個位置係未有華發商都嘅，所以呢個高新區嘅華發商都咧，將會坐落喺我哋珠海灣嘅呢個項目後邊啊。另外咧，項目咧仲配有啦，我哋剛才有介紹到嘅呢一個養老配套設施啊，針對翻咧我哋華發珠海灣嘅業主，將來嘅話咧，亦都可以啦喺呢度享受到養老嘅配套服務啊。先嚟睇下125平方呢個單位啊，作為啦珠海首家第4代住宅，結合埋呢個科技產品嘅一個戶型，我哋先睇下佢入邊嘅一啲配置到底係點樣嘅，呢個非常之重要。而且咧，依家華發咧好興啦，就係風車形狀嘅一個佈建啦，咁所以咧每一戶咧佢前庭咧都有一個公區位置。嗱，咁啊呢個咧係402單位，亦都係有一個好獨立嘅公區位置。咁如果403咧都有一個公區嘅位置，401啦亦都係有，404都係有噶嚇，所以非常之唔錯咁樣一個設計啊，令到啦屋企自己嘅戶單位啦私密性比較高啲，同埋入門咧就係一個子母門嘅設計，125平方已經俾到子母門嘅設計俾你啦，而且咧門鎖咧帶有呢啲鏡頭嘅廣角嘅鏡頭啊，咁所以咧用手機就可以睇到啦我哋屋企門口嘅訪客啦。同埋成個單位最大嘅亮點，作為珠海第4代，結合埋科技，一定唔少得啦。室內嘅一啲智能系統啦，冇錯，全屋嘅智能系統集於一身，就係喺呢個 mon 上邊啦。當然啦，呢個 mon 咧亦都能夠啦，去透過用我哋嘅語音啦，去呼叫啦，令到屋企嘅燈光啊、窗簾啊、開關靠語音就可以控制。兼且咧，呢個仲結合埋電梯啊。咁啊，好多單位咧，佢都會有呢啲咁嘅一個電梯呼叫嘅一個功能入邊，而呢一個系統咧都集有電梯呼叫嘅嚇，所以咧嗱，呼叫上行，呼叫下行 ，OK。所以出門之前換鞋之前，先撳住個電梯去到屋企門口等你，一出門即刻搭 lift，唔需要等。另外啦，成個 mon 入邊咧，仲集合咗一個公區嘅一啲攝像頭嘅。咁啊，因為我哋成個屋苑嘅話咧，結合咗科技，每個公區園林都帶有啦社區嘅一啲 cam 頭。咁我哋譬如屋企有小朋友落咗去下邊玩啊，或者屋企嘅朋友啊落咗去下邊啊，咁想知道咧大概去到咩位置啦，都可以透過我哋呢個鏡頭去調取公區嘅一啲監控。嗱，咁啊包括咧有泳池啦，嗱有呢一個區域，咁啊呢個區域可能未帶有呢個鏡頭啊，咁啊但係我哋嘅泳池已經帶有啦。後續咧仲可以增加更加多唔同嘅監控區域表，可以令到咧我哋屋企假如有小朋友啦喺樓下游水嘅情況下，喺屋企都可以睇到。係啦，咁當然啦，呢個 mon 咧仲集合咗啦我哋呢一啲天氣啊，同埋屋企嘅音樂啊、冷氣嘅開關啊、燈光嘅一啲開關、窗簾嘅開關啊，呢啲全部結合晒全屋嘅一個智能燈光入邊啦。咁啊以後咧用手機就可以提前開定冷氣啦，好好嘅配置。嗱，入門嘅鞋櫃啦，呢啲風格啦都係華發嘅一貫嘅一個面板風格啦，同埋咧佢有升級嘅地方就係呢一個換鞋燈啊，帶有緩衝嘅，係啦。咁啊平時嘅話咧用到咧就打開，唔用到咧就收翻埋。OK， 對屋企嘅我哋一啲老人家啦、父母啦係比較友善嘅一個配置嚟嘅。咁同埋咧呢邊仲有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收納櫃啊。咁啊如果屋企咧有一啲大型嘅拖喼啊，就可以擺入邊啦。咁呢度結合埋啲洞板啊，可以掛屋企一啲公用嘅一啲器材，同埋我哋嘅一啲譬如士巴拿、螺絲批啊呢啲工具箱啊，同埋中意打高爾夫啊，需要大嘅區域去擺放嘅。咁呢度係有一個好完整嘅收納區域，而且最正嘅就係呢度係一個交標區嚟嘅。OK， 唔需要後期定做。然後入門呢個位置就係洗手間啦。OK， 針對呢啲位置嘅話咧，每個客人咧佢對洗手間擺喺入門呢個位置咧有貶有義嘅嚇，有貶有讚。咁再嚟睇下啦，呢邊係廚房嘅佈局嚇，咁將來交付咧亦都會有個趟門喺上邊嘅。咁啊呢一邊咧廚房咧真係夠大噶啦，
留翻一個十字門嘅大冰箱位俾你。所有個面板咧都係槍灰拉絲感嘅，兼且咧油煙機呢種油煙機好好㗎，基本上唔會頂頭啦。你見到啦，佢唔會突出嚟，係同我哋嘅面板咧係平齊嘅。咁啊，而且抽力咧都好夠，方體嘅煮食爐都係方體嘅，而且呢邊咧仲留咗好多一啲碗碟嘅一啲擠放區域啊。咁我哋嘅其實好多呢啲香港嘅朋友啦，都唔中意消毒碗櫃啊，想要呢一種咧可以擠放單獨嘅碗碟嘅位置啊，包括下層啦拉出嚟，亦都係好多一啲收納嘅空間喺入邊嘅。所以喺呢個廚房咧，我都想着重介紹下多一啲，因為屋企嘅太太咧都好中意喺廚房入邊啦去大展拳手嘅。咁啊，呢啲有啲燈帶啦，同埋呢邊亦都有一啲透氣隔衫板啦。咁啊，熱水爐咧係會擠放喺呢個位置嘅，咁所以呢邊咧係有個叫做遮醜板擋住咗嗰個水管嘅銜接位啊。嗱，熱水爐 OK。咁啊，呢啲台面啦都好花紋啦，都幾有高級感嚇，同埋咧有好細節嘅地方就係洗碗機啦。洗碗機咁啊，食完飯之後啦，叫做解放雙手，就係靠呢部機器啦。同樣都係方體嘅品牌啦，大牌子嚟嘅。而且咧，廚房呢個洗手盤啊、洗菜盤啊都好大啦嚇，同埋佢係用翻一啲磨砂嘅槍灰啦，同埋帶有呢一個淨水器啊，咁所以咧有直飲水嘅系統啦，咁配置方面咧係好齊全嘅。好多時候買呢啲高配置嘅單位咧，就唔需要過後再投入更加多嘅裝修費用啦，唔需要咁煩啦。同埋窗戶嘅開關開面啦都夠大啦，可以增加廚房嘅一個採光啦，唔會咁壓抑啦。同埋最細心嘅就係咧，為我哋屋企煮飯嘅太太提供咗一個涼吧。所以廚房之後煮飯嘅時候咧，大家就唔會喺廚房啦出晒汗一邊煮飯一邊抹汗嗰啲咁尷尬嘅場景啦。嗱，咁我依家咧再出去嗰個陽台睇睇，呢個係賣點。咁再嚟睇下客廳啦，橫廳式嘅佈局設計啦，呢度大概咧長度咧有4.2米嘅長度啊，而且見到啦，呢個電視背景牆啦都幾大下嘅，可以擠放一部100寸嘅電視，應該問題都不大嚇。咁最大嘅亮點咧，相信就係呢一個陽台啦。第4代住宅啦，佢最標誌性嘅地方咧就係大陽台啦。咁呢個華發珠海灣咧，佢能夠咧用珠海灣呢個名咧，相信咧大家都明白佢將呢個定位擺喺邊度啦。用一個城市名嚟做佢嘅樓盤名之一咧，所以都標誌就係華發將呢個盤嘅一個配置咧係拉到滿嘅，亦都係最先進嘅一啲建築嘅理念喺入邊。作為結合科技產品嘅咁樣一個樓盤咁一個單位啊，華發咧將呢個區域咧將佢定性為啦叫做停機坪啊。咁啊喺好多啲唔同地方嘅樓盤嘅第4代住宅咧，佢會將呢個位置去作為呢個種花啊、種草啊咁一個庭院區域使用嘅。華發咧好特別，將呢度作為一個無人機需要用到嘅停機位啊。如果我哋日後咧需要用到無人機配送嘅呢個服務嘅情況下咧，無論係你嘅外賣啊，定係呢一個快遞淘寶買翻嚟嗰啲啦，咁個速遞員咧將會喺前面呢個位置啦，去將你嘅物品咧輸入信息掛入去呢個無人機，佢自動就飛嚟呢一個位置放低，跟住咧飛走。咁啊，所以咧以後你唔使去咩菜鳥驛站嗰度收快遞啦，係嘛？咁啊，直接你買咗咩嘢，每次翻嚟屋企，自動已經有啲物品擺喺你屋企嘅陽台呢度啦。咁當然啦，呢一個咧，如果我哋唔用作無人機嘅咁嘅一個配送區域咧，可以作為一個種花啊、種草啊，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啊。要注意嘅係咧，其實125平方咧係能夠睇到海景嘅嚇。咁如果你要買睇海景嘅單位嘅情況下咧，阿伯會建議咧買另外一種125平方嘅戶型，因為咧另外一種125平方嘅戶型咧，佢最大嘅標誌性嘅差異化咧就喺我哋呢一個大嘅陽台，呢個陽台大概咧接近有8.5個平方。咁呢個陽台咧，如果喺另外一種戶型咧，佢個陽台唔係喺呢個位置㗎，佢嘅陽台係會擺放啦
喺我哋客房呢一個位置再褪出去嘅。換言之咧，另外一個125平方嘅戶型咧，佢有2個陽台嘅，一個咧係我哋橫廳客廳出去嘅嗰個長條形嘅陽台，另一個陽台咧就喺依間房透過推拉窗拉開之後出嚟，係一個好大嘅庭院陽台。嗱，咁大家透過我哋呢一個玻璃望下呢個玻璃外邊係咪有個位置有個天花？係咪？所以另外一個125平方咧，佢嘅停機坪，即係嗰個庭院位置咧，係喺呢個位置嘅。咁啊，我哋鏡頭行前啲嚟睇下啦。因為佢係錯疊式嘅佈局啊，大家都可以見到啦。我哋樓下呢一個基數層，即係單數層啦。嗱，佢係有個陽台，停機陽台喺呢一度㗎。咁啊，變咗咧係一個雙陽台嘅設計咁樣去使用啦。咁雙陽台嘅設計嘅好處係咩咧？嗱，如果你想要海景嘅情況下，又見到山啦，又見到海啦，只要高於18層以上，喺呢個陽台呢一個方向都係可以望到海景嘅。因為我哋現階段咧係喺呢個示範單位嘅樓棟上邊啦，所以咧我哋並唔係喺我哋所銷售嘅6號樓。6號樓方面咧，呢個前面咧係冇遮擋嘅。隔離咧前面就係起嗰個華發商都嘅商場啊，咁所以高度係有限嘅。咁只要你去18層至到31層呢個之間咧，都係能夠望到海嘅。其實咧，我哋喺依家呢一個示範單位，即係最早期開售嘅樓棟咧，透過錯開嘅樓間距之間咧，都望到少少海嘅。因為我哋鏡頭用廣角啦，係睇唔到嘅。只能夠睇到個內園林啊。如果喺6號樓咧，喺6號樓最尾嗰端咧，係見到海㗎，同埋見到山嘅，非常之唔錯。所以你會中意邊一種戶型咧？究竟想要一個陽台嗰種啦，成個陽台連埋一齊啊，定係話要呢一啱先阿乜介紹嗰種有2個陽台嗰種咧？所以睇翻你自己嘅需要啦。好啦，嗱，呢個客廳咧，啱先同大家介紹完畢啦，再嚟介紹下依間客房先。嗱，依間客房咧就係連通翻咧我哋呢一個啱先介紹嘅好大嘅停機坪陽台啦。如果係另外一種戶型咧，佢呢個房間咧就喺嗰邊行出去另外一個停機坪陽台嚟嘅。再嚟睇下對面嗰間客房先啦。呢間客房係細少少啦，所以發展商咧都好聰明咁樣利用榻米嚟利用翻個飄窗位，增加翻呢個落腳嘅一個空間喺入邊嘅。再嚟睇下主人房啦。嗱，主人房個佈局係簡單少少啦，我覺得咧，但係咧有佢嘅一個設計嘅元素喺入邊嘅。首先咧，佢將個衣櫃位嵌入咗喺呢一度，咁繼而咧，我哋喺做衣櫃嘅情況下咧，就可以同我哋呢一個牆身咧平齊。咁就唔會突出嚟，空間嘅使用咧就會大大增加，房間嘅一個空間感咧亦都大大增加，可以做到3邊落床嘅大主臥啊。OK，如果喺6號樓嘅情況下，我哋想要呢一種積咧，呢個方向咧望出去咧就係一個山景嘅，係啦。洗手間喺我哋嘅對面啊。主人房洗手間咧配置都好多㗎，包括見到有呢個懸浮嘅智能馬桶、電熱嘅毛巾架同埋頭頂嘅一個浴室寶。淋浴空間都好大啊，而且呢啲窗咧係做嘅好矮嘅一個落地窗嚟㗎，咁所以增加啦我哋呢一個採光，同埋最大嘅好處就係你嘅洗手間咧唔會有壓抑感喺入邊嘅。呢套單位咧，佢嘅單價咧介乎喺21,000至23,000之間啦。我哋呢個單位如果喺總價方面平均均價大概係270萬左右嘅。而去翻首期方面大概41萬嘅首期，貸款229萬。呢個情況下咧，月供都係9000蚊左右嘅。所以如果你想要咧喺珠海想購買一個更加前沿嘅一啲產品，例如珠海呢一個華發珠海灣嘅樓盤，佢結合咗咧最新現代嘅一個無人機科技，同埋咧成個屋苑咧會結合咗啦呢個 AI 嘅端口，未來咧會有呢個機械人喺成個屋苑去幫你服務，包括有呢個巡檢嘅機械人配送嘅機械人啊。另外最重要嘅就係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咧，
最大嘅一個服務咧就係呢個養老服務啦。未來嘅話咧，我哋呢邊嘅業主，假如好似阿麥咁樣以後咧百年歸老啦，80-90歲啦，可能要擔拐杖啦，可能要坐輪椅啦，嗰個階段嘅情況下咧，阿媽咧就可以去到佢隔離嘅呢個養老服務中心。咁養老服務中心咧亦都有呢一個社區醫療有長者嘅飯堂仲有長者嘅一個課堂所以咧以後即使阿媽老咗之後喺翻呢一邊都能夠就近揾到一個有600幾個床位供應嘅咁樣一個養老服務中心因為佢嗰邊咧主要係華發珠海灣嘅一個配建嘅養老設施嚟嘅，係針對翻咧我哋華發珠海灣嘅呢一邊一啲業主嘅。OK， 咁所以非常之唔錯啦考慮到啦就係我哋後生嘅想要嘅嗰啲科技嘅嘢，同埋以後啦我哋老咗之後或者長者老咗之後啦需要嘅一啲養老嘅配套設施真係無論從後生啦、中年啦到老年啦，每個階段啦，呢個社區都能夠俾到啦相對應嘅好核心嘅服務喺入邊嘅價錢都唔算話貴啦因為講緊咧21000、22000一平方，我哋依家去到中山，依家啲第4代住宅都要20000蚊一平方啦，係咪？咁呢度咧話晒都係珠海咁社區較大，而且嘅話咧配套設施更加之先進所以有興趣嘅想了解下呢個項目嘅，揾阿麥過嚟睇睇啦。再嚟睇下115平方嘅呢個單位，同樣地咧，佢亦都有獨立嘅前庭位屬於公區位置、獨享嘅區域，兼且翻入嚟咧，首先咧呢一個屋企嘅話咧，佢嘅廳咧會更加大，115平方咧，佢能夠做到咁大嘅廳咧，都係一個亮點。呢個廳咧接近咧係有成7.5米嘅一個長度非常之寬闊。首先交納標準方面咧，亦都帶有呢啲鞋櫃咁因為咧廚房位咧會細少少所以冰箱咧攞出嚟呢個位置。咁我哋攝影師行前少少可以睇到啦，呢一邊咧亦都係一個廚房位首先咧佢嘅交標咧亦都會有呢一個趟門嘅，接起身嘅話咧就係一個封閉式嘅廚房。交納標準依然係有呢一個咁樣嘅島台啦，同埋我哋嘅餐廚區啦。咁呢邊咧所有嘅廚櫃啦都係交納標準嘅，係啦。翻出嚟睇下呢個客廳方面先。客廳方面咧7.5米嘅一個長度4接嘅大趟門，全屋咧都帶有呢一個中央冷氣啦，可以利用翻我哋嘅一個智慧中控屏同埋我哋嘅智能嘅家居電器，可以控制翻屋企嘅冷氣嘅開關。再嚟睇下我哋呢個陽台，呢個陽台不得了啦！首先同客廳一樣咁長啦，7.7米嘅咁樣一個長度因為呢個位置會延伸多啲，所以個長度係要比客廳開間仲要長噶。咁而且咧呢邊亦都配有呢個獨立嘅停機位咁呢個位置咧，如果係攞嚟種花種草咧，實在係非常之爽啦。咁呢個位置咧，如果喺錯疊層方面咧，佢嘅陽台咧將會喺我哋另外一邊嘅。OK， 再嚟睇下室內嘅空間先。呢個單位咧，雖則話咧係115平方但係咧佢嘅開間咧夠闊，兼且房間咧能夠做到咧主客分明呢邊係一個書房嘅區域，當然啦，如果你房間需求多嘅情況下，可以用作房間嘅。天花呢啲啦，空調全部做好晒噶啦。呢邊咧係另外一間客房如果咧喺我哋另外一個錯層嘅單位咧，呢個停機坪嘅位置將會喺呢間客房嗰邊延伸出去嘅。注意依家係客房，所以究竟咧你想嗰個停機坪嘅位置，即係最大嗰個前庭陽台咧，係想擺喺客房呢度定係想擺喺主人房嗰邊咧？咁就要認真揀一揀啦。主客分廁嘅戶型就係好處就喺呢度，客人咧瞓嗰邊，主人家咧瞓翻呢邊。呢邊咧係有個洗手間嘅，洗手間嘅配置都好高啦，毛巾架啦、電熱毛巾架同埋浴室寶，兼且仲有呢個坐廁。再嚟睇下主人房啦，亦都係做翻呢個衣櫃嘅平牆齊邊嘅咁樣一個嵌入式嘅位置，三邊落床。咁啱先就介紹到啦，呢一個前庭嘅陽台咧，會擺喺啦我哋主人房呢一層嘅位置嘅。咁如果咧喺我哋嘅單數層咧，即係我哋樓上嗰層咧，就會喺翻左手邊客房嗰邊出去啦。所以咧，究竟你想要主人房出去有咁大個露台咧，定係客房出去有咁大個露台咧？
呢個就係要認真揾阿 Mark 過嚟了解下啦。咁呢個主人房亦都有獨立嘅套房設計嚟嘅，有套廁啦，成個立用空間非常之舒服。咁呢套115平方3房2廁嘅橫廳戶型啦，咁講緊咧總價咧大約係240萬左右嘅成交價嘅。咁啊，如果視乎樓層低啲，仲有平啲嘅驚喜價嘅。咁呢邊首期約摸咧係37萬，貸款嘅話咧207萬咁上下。咁圍到落嚟咧月供係8800蚊左右就 OK 噶啦。咁今期介紹嘅咧就係主要咧喺6號樓所銷售嘅呢個115平方同埋125平方呢個面積段嘅。咁另外屋苑咧有更加細嘅88平方嘅一個3房單位啊。咁所以咧，如果喺想預算有限嘅情況下咧，揀到咧呢個屋苑能夠體驗到咧中國最新科技嘅一個結合產品咧，都可以聯繫阿 Mark 啦，了解下呢個88平方嘅詳細價錢啊。現階段咧有一啲公底房源咧講緊單價2萬蚊1平方就有成交啦嚇。如果鏡頭前嘅朋友你想要了解呢個華發珠海灣嘅科技社區嘅話咧，歡迎聯繫阿 Mark 頭上邊呢一個電話號碼，或者打開你嘅 WhatsApp 掃描右上方呢個 QR code，直接聯繫阿 Mark 我。揾到我將會安排啦呢個香港嘅商務車帶你嚟項目啦考察下。呢個項目係值得大家咧去了解下嘅，睇睇現階段咧如何結合我哋中國嘅科技同埋居住。好啦，今集嘅內容介紹到呢度，下一集阿 Mark 都會同大家去詳細介紹下呢一個華發珠海灣嘅一啲其他戶型。好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想租樓又想放租嘅香港朋友睇過嚟，想喺大灣區生活又驚買錯樓返唔到轉頭，不如租套樓試住先啦。海量精選房源，真正實現零壓力融入大灣區生活，即刻撥打熱線電話54481444，租盤放盤記得揾中居地產。想置業大灣區嘅朋友，我哋免費為大家提供9大置業服務，聯繫我哋置業大灣區首選中居地產。